来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凤山一个乡亲，因为附近住户所饲的狗仔太甲肥，伊就出大声甲狗仔喊，想袂到这个狗主人竟然约出来甲拍架，正手骨折。附近的厝边讲，这个动手的狗主人性地真歹，常常大细声甲人嚷，大家拢真惊。即摆互移送法办咯。 依照监视器画面，有看到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赶一个早顿散步要转去，半路看到另外一个穿米色的衫的查甫人出现，后来一直甲对，煞来将人甲抓落来，两个人讲无几句话尔，穿米色衫的查甫人就出手啊！我搁杀，扒，搁扒。毋若讲扒，搁讲杀倒在地，一摆无够，搁杀第二摆。你甲手啊，你拗手呢哦，我说杀到啊！ 代志发生伫11月18早起6点外，高雄凤山区凤顶路附近，被攻击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朋友出面讲，讲拍的人真正是莫名其妙。他就讲迄个狗一直甲吠啊，他甲吠，迄个人就带狗出来啊。伊就问伊讲啥物？啊你厝倒来对？你厝倒来对？伊就讲一直甲问啊，莫名其妙。伊就讲啊无来迄个派出所讲啊，啊讲到派出所伊就讲啊。 实际来到现场了解，有在地人讲，讲拍的查甫人时常对人大细声。还没呢，人家讲伊是老大，我去做。大家期望去嘛，唔敢加讲，因为拢住伫附近，惊讲会惹代志。想袂到讲，即摆对方竟然会动手。随机攻击人，当然是袂使啦。被拍查甫人唔若脚甲手，真侪所在受伤，正手搁骨折爱开刀。 惊对方搁找伊，本来拍算讲代志刷去就好，一直到昨才报案。称为闪避该住户所饲养之犬只，而遭该事主叫住后殴打。刚拍的是一个50岁姓谢的查甫人，警方伫甲问的时，伊讲是不满对方美伊的狗，一时生气才会出手。警方做完笔录了，将伊依照伤害罪移送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